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生。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实比超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泉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硬，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啊啦，准备拖输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也通这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我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踮伫咱的梦中，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钓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壳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甲真心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顶人生。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搁想伤济。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感觉世界伊实比超看待，都讲点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泉比之情较真的，看你困眠是我的嘴硬，叫我的半生半
大家平安大趁钱哦，中岛好。中岛平安，大家中岛平安，中岛好。好。来，今天是就是2个都没有睡饱的一只猪跟一颗地瓜，这个韩吉，这叫迪亚，拢无困吧。今天真的是，对，今天真的是这是死亡状态。我可以等人来之前，我们就先开一个，你知道吗？我们来先聊个天。就大家知道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定在4月1号吗？这其实我们没有要开台啦，对吧？我们没有要开台，我们等下就会跟他说这耶愚人节快乐，人家也不会尬台哦，然后你大家拜拜，大家拜拜。我们开始选那个马上被退订的地方，笑死！有啦，会陪大家啦。我们主要今天这样，对啊，我们4月1号也是很有4月1号还是对该上的班还是要上。好不好？对，然后该那个的时候还是要该上的课还是要上，没错，该上的班还是要上，没错，而且是对猪猪很重要的这些，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吴谦老师常跟我讲说，猪猪不要有压力，反正就跟大家聊天。但是我还是看得蛮重要的，我觉得吴谦老师他努力准备的这些，我希望至少那个。我甚至在想说，我是去考个什么检定之类的，吴昕老师。可以啊，你考上 B2，大家知道现在考上 B2可以去当台语老师吗？真的，你们如果可以顺便去，觉得可以顺便去考的话也不错。说真的啦，吴昕老师，你之前有准备过类似这种检定的东西吗？就台语的。我是 C1 啊，我考上，我考过啦。我正想问你说，你准备多久？我准备多久吗？如果认真准备，应该是2个月吧。就是我开始用，没有啦，因为那东西你按那讲不准啊，你这样说不准啊，因为你如果在学校里面大概都会讲啊，你打刚胸口，你如果有那台语的环境的话，就不太一样。对吧？而且我的本业，对，我本业嘛是，我的本业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就哥哥姐姐会帮我啊，所以就完全完全没有问题。这样，今天还没有跟大家挨萨准呢，挨萨字就是打招呼，怕酒喝起来吼。来，首先是来跟大家 hello， 中岛公安，中岛公汤娃娃。对，汤娃娃今仔日都是头一个魔幻星，还有什么幻星？大刚都魔幻星啊，大刚啊。汤娃娃平安大趁钱，平轩URSSR 平安大趁钱。为什么 URSSR？为什么一起？他后面写 URSSR， 我还以为那是他的那个。好，URSSR， 我就有看到什么，就是伊的迄个 ID 啊。没有，我这里是显示 ID 呢。我这是看到我知道，我这边有那个内建插件，就是有看得到大家后面的那个。对，好，安内好，对，写屏。那下次会帮。对，然后那下次有什么插件，你再跟我说，我来用，来用一下。对啊，我都会不小心念到别人 ID 这样。欢迎很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中岛平安哦，平安大趁钱，讲伊平安大趁钱咯，收到来是花奈哟，花奈结果安你好，平安大趁钱，收到来是。过来双子加爽哥，对，是就水一个观众啊，平安大趁钱哦，收到来是左，那就水哦，真的，就水，左平安大趁钱，漂亮。之后我如果不在的话，你们可以抽一个观众上来帮我代班。等一下，你是等下可能你那个瞬间睡死的状况吗？对，抽一个观众上来帮我们代班，对啊，好，那就帮我们代班，那就选股大哥了。真的吗？就大概 stand by 一下，没有了，没事，不要有压力。你等下去那个，我们去那个安 K 的猪猪的 Disco 边的，对，大家就是去 stand by 一下，然后上来代班哈。然后我们等下就是学完今天教台语声母嘛，对不对？然后学完之后，然后大家就会来这里，就来一个连续马拉松直播，你们要把我刚刚讲的全部都讲一遍，这样。
轮回这样子。新祝你好，中岛平安，一久无看，平安大叹气，祝祝雨生中岛您好。对，最近点来啊，只要有台语的地方就会有他。哦，真的吗？中岛。可是我在唱歌的时候嘛，常常快点音呢，他也会帮我改很奇怪的歌词。哦，真的吗？真的吗？那今天就他也是我们清点的主教，等一下也是把你冲上来 stand by， 等一下来代班。可以。好，等一下，如果你们熊熊的话，嘿，那吴昕老师不行啊，伊就是困去啊，直接睡着，就是自动关机。对。昨差不多是就是4点，暗时4点的时阵才困。哈，你有我还跟我朋友聊天。天哪！对啊，我还当塞就是同事，然后还打过来说，请问你可以帮我做个什么东西？我就说好啊，然后他说你怎么在？然后我就说那你怎么又在？而且还是就是4点的时候我们回复，但你的同事应该不是漫画那边的吧？是另外一边的，不是，另外一边的啊，那拢叫我困啊。就无用啊，就最近是忙季啊。好啦，大家拢无用啊，爱困吧。我们这个世代大家都斜杠啊，就是除了这个之外，还去做一下其他的事情。因为每个两个都有2-3个工作，一定要君，我们继续先那个打招呼好了。可以。君，高炸，嘿，中岛平安，中岛好哦。中岛平安，还有sunny day， 中岛平安，大叹气。嘿呀，而且刚刚跟大家聊到哈，今仔日是愚人节，来，老师，愚人节台语要怎讲啊？愚人节的台语，我进前刚刚有迄个，我查看卖，当然应该是戆人节啦，我进前讲是戆人节，对，被查过。对，你会使去甲别人讲笑开，安尼，还有戏人节啦，对吗？有人讲戏人节嘛，吼，店先生伊拉下中岛平安中岛好哦。大家讲知影今仔日除了是迄个戏人节之外，今天还是国际喜欢香菜日诶，我刚刚查到。对，没错，也是国际 NC Love 节，而且今天是愚人节，特别又安排是国际喜欢香菜日，就觉得香菜觉得不被尊重。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觉得安排这个节日的人非常识相。你知道，林长其实那个也有国际讨厌香菜日吗？有啊，24号。也特来 NC。你哪怎样？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太难过了，怎么可以有这么夸张的节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觉得才不能有那个嘞，国际喜欢香菜日不行，而且国际喜欢香菜日，它出现是为了要反制国际讨厌香菜日。没错，这个出现的好，而且我要把我的香菜飘飘拿出来。今天是国际喜欢香菜日，好臭哦！好臭哦，香呐，对啊，赞呐。对啊，点解唔知啊？各位仪式主刚有加掉迄个，就是大家有吃到我们那个香菜槟榔，那个香菜味很重我刚刚就喝起来呢，香菜味超重就是它吃起来有一个花生的味道。没错。Hello， 笑哥，大家平安大叹气哦，嘿啊，有今日是 NC 日。我不知道 NC 应该是还好，它现在是一个很新的节日，它不会有什么就是要在门口插香菜这种。可是我以前也觉得艾草很臭，就是很小很小的时候。小时候。对，就是今仔的时阵就迄种有 NC 的味的迄种草，就是类似的草，都会觉得很臭。不会，我们今天要爱香菜，即使今天是愚人节，我妈妈爱 NC 啦，NC 是我的性命，怎么可以在公当在今那里？他多好是啥物 NC 的，那也安尼啦。长大了之后，觉得这个东西反而就还好了。对，就是什么香茅啊，还有什么艾草，突然就觉得它其实也蛮香的。泰国料理的内底迄个 NC 啊，嘛有淡薄啊，就是有小瓜也当比较熟啊，不然以前真的觉得好臭，真的救命！真的哦，那你现在呢？你是不是最近就是疯狂被演算法推到香菜？一定是因为我，对不对？对啊。
对啊，就是因为即马就是顺续拢会起你的赞啊，就是有什么香菜料理，其实有时候看都没看就直接按赞，然后结果发现现在我的脆好像觉得我喜欢香菜，就是大概那是。就是那种香菜第一手资料我都会收到现在不是还有什么香菜蛋挞吗？对对对，蛋挞，也 KFC， 对 KFC， 嘿，你有去吃吗？我阿伯瑞和，但是听讲就咸的，我想讲要小看买要不？就咸的，嘿啊，听讲就咸的，嘿，就咸的，嘿啊，所以我想讲那还是咸的，不是甜的，很奇怪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咸偏咸哦，很神奇哦，不要激起卖个去给我的好奇心啊！我有点好奇，但我也不想要为了这东西花钱。我们不能鼓励，我每当鼓励这种消费的行为。可以，我们可以鼓励消费，为什么呢？我们可以鼓励大家消费什么东西呢？就是这啦啊！等一下，这道怎么没有拍出来？对嘞，今日嘛爱工商服务时间节，就是大家使来持续支持啊！对，咱3月的商品会伫迄个会伫4月初的时阵，就是4月初的时候，今日4月初1啊，我们大概4月初就会把3月的周边商品就是寄出了啊。如果若是讲你今仔日也不是今仔日啦，就是你。进加入，就是你现在在加入的话也没有问题，我们3月的东西一样会补给你，就是在我们4月商品出货的时候就会补给你，这样你只要特别来信跟我们说，对啊，就是每个月150块的台湾话低收款，就是文化部特别赞助，若是讲你今麦加入150块以上150块以上150块300块3200块拢总会使就会有就会有人数6个月，也就是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会有迄个6分特别酒杯。而且4月这什么 IG 的卡片这够多要让大家看这个不？看一下，可以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4月这一组啊，其实我们特别是3D 画的天蓬元帅的类型，大家可以看一下，很可爱哦。也是一样，交由骰子老师帮我们绘制这个算是 IG 的这个风格小卡片，对不对？大概这不是小卡片，它是透明的，它就是透卡，所以就是你摕到的时候后边白色的，它后面白色的部分，它会是透明的啊，你就可以把你自己的什么，比如说你出去吃饭的食物啊，放在后面，你就可以让迪卡跟你一起拍照这样子。但是对，是游览类型的一个小周边商品，让大家就是带在你身边，你只要出去的时候可以拍照，拍完之后呢，发在社群软体上。我们迪卡有时候会去海巡一下，会海巡，去看你的对，会看到你的食物这样子，让迪卡一起陪你吃饭。它比较类似饭友，但是它是比较轻薄的，它比较轻，带在那个包包里面也不会占你空间。对，这个谢谢考虑一下，谢谢，因为这6个月的商品东西，让吴昕老师。给咱规划嘛，对，是给，是我们设计啊，跟我们会事沟通这样子，每一季希望都可以有当代的东西给大家啦，因为4月的时候就是清明嘛，然后大家有比较多连假的时候也会想要去踏青，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带一个好不好？可以有那个旅游性质，大家可以有一个在出游的时候有陪伴感的东西，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亚克力透卡给大家。对，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到的时候，我们会讲下面你假冬地、生冬地嘛，就是你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就照着时气过生活。然后我觉得这个概念蛮好的，对，所以我就想说，设计周边的时候也把我们台湾风俗民情就是设计进去这样子。可以。今天有新朋友呢，我有看到 AZ 神经 ，Hello， 台语台好酷哦。没有，我们其实没有很多台语台，就是加是迪卡的频道啊，迪卡的频道有当时有就这绘画啊，还有就是唱歌，这很重要诶。唱歌啊，还有一寡就是有当时头壳无啥清楚的代志会发生，对，你也使电话切落去，好不好？啊，会员买落去，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好玩的
对好玩的事情在这个频道发生。亲像今仔日阮两个头壳拢无啥清楚，无困饱。人家无困吧？那有人讲泰国料理的 NC 有赶快冰酒啊？应该都差不多 ，NC 就是 NC 啊。就是香菜有不同品种，有不同品种。我跟你讲，你持续研究，你也发现，咱台湾NC 真正有够香的香。我们台湾的香菜真的跟其他各国的那个品种比起来，我觉得真的是世界第一，真的第一香的，真的。这个不需要啦，这听起来好像蛮臭的，就是这听起来好像没有，这不是什么很有必要的荣耀。谢谢大家。国际香菜，要香菜，爱香菜，香菜尊重的尊重。没有啊，今天是愚人节啊，对啊，就是愚人节逆反啊。有人讲迪卡是美女，你是美女，水啦，嘿啦，我刚刚我感觉就水啊那样，自己讲。谢谢啦，这确实啊，精明概练，美艳动人，好不好？我跟你讲，今天4月1号是我唯一可以承认我金蒙干练的一天。对，我真的是忍了这么久，就只有今天。你现在第几个时阵？你第几个时阵是你自己是强开的查某人？这不是一个很羞辱自己的行为吗？今天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当真哎。哎呀，所以我就讲我给那里金蒙干练，不是金明干练。知不？魏新老师，你知吼？在我想要讲的吼。你开心就好。我今天你金蒙干练。你开心就好。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坚持什么，但是我尊重你的坚持。谢谢。对，虽然说我们不在一起，但是谢谢你尊重我的坚持。辉弟的，你今天里想必好不好？今天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想必今天我们的台语生物也会学得非常的顺利吧？大家，我会努力的，老师。你真的想要去考？我跟你们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香菜不能关掉。我们其实，好，你说，可恶，差一点就骗到了，不是啦，没有啊，就是，如果讲回来检定好像最近也是可以开始报名了。我不确定，如果是要考8月的话，好像是7月25号，我日期都查好了。不过刚会付，老师你刚会付，对啊。人家看你考什么类型啊？你如果考 A 级的话，是绝对考得过的，就是其实蛮简单。我觉得 A 跟 B 都很简单啦，就是 C 就开始发现，就是它不是一个领域的东西。为什么开始乱叫？我想到你只花，你只花2个月啊，就觉得没有啊。但是我有在学啊，就这部赶快啊，就迄当时有老师在教嘛，对不对？我犯了什么错吗？为什么要开始怪叫？好好笑。因为我很担心，就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但短时间应该是没办法，但是我还是会想去考其实嘛不要紧啊，就是其实也没有关系啊。有人说第一次考试都是去先试试看嘛，就是看对，先去试看嘛，就是看伊的迄个困难的程度伫倒位啊，就是一开始都是这样啊，到最后再慢慢的抓到。我也不是第一次就考过啊，我第一次好像没考过啊。但是你是考最难的那个不是吗？对，可是我第一次去考的原因就是我想说慢慢考下来啊，我就想说我看一下然后结果我第一次就发现怎么那么难，而且那个时候好像就是在搬家。天哪！对啊，那个时候就是搬家啊，我就想说第二次就想说不行，我不能裸考，因为裸考考不过啊，就要准备，然后就花了一大堆时间，然后准备一下这样子。对。那如果真的我真的要从最简单的开始，请问我这些不生老师的课上一上，应该就可以去考了吧？应该没问题。你自己实际上你自己学，你自己有在讲的时候，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今天日咱的重点，好吧？我总算要讲到课程内容了，好好笑！你看，已经准备开始8点钟，知道不？可是我们现在总算要开始。这正常的，对，我真的这正常的，没烦恼。就是基本上啦，就是要爱读有台语，就是你要听
读得懂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频道咱平道的面线，就大家小可应该加减听有，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应该上大的困难，就是最大的困难，应该是我要看得懂，然后跟读跟写的部分啦，就是我只要看得懂，然后我要怎么写出来表达我的意思，这应该是大家会觉得，原来还没进主题哦，你现在才发现，对，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在学台语的时候觉得比较困难的事情哈。可是其实我觉得也蛮简单的啦，就是你说简单吗？就跟一般的语言一样，我只是觉得大家可能不太需要啊，顺仔中岛平安，好，我继续讲，反正就是大家其实不用太紧张，就是台语也没有，我们要先说了，它没有特别困难，但也有一个但说是它没有特别简单。只要你以前有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严谨的流程这样子学过我们的那个华语，那学台语的流程其实八九不离十也是一样的啦。其实你只要会3样东西，真的就是你现在只有掌握3样东西啊，其实就差不多了，就八成就可以读了。那写的话，就是要练习啊，写就是你看我们家以前，你们以前在当那个在幼稚园跟国小1、2、3年级的时候，不是回家都会写生字簿吗？对，可以帮我下一页吗？好吧，我们来下一页。要来写生字啦。讲话有淡薄仔卡卡，就是没关系，这都是练习啊。我觉得我有当时讲话的时阵，我亲像我今仔日我无困饱，有时候讲话也会卡卡的啊，对吧？这就是练习啦，应该也不会有人就直接就听到你讲不流利，然后直接在那个路上，然后用食指指着你说你哪里讲台语讲安尼，然后痛扁你一顿，也不会有这种人啊。就是顶多会跟你说台语讲不好，凭什么当台湾人啊？那个也不用太理他，因为他又没有打你，对不对？我这个人的好不好？我这个人的道德标准就是只要不打我，我就觉得你默认我这些事情都可以做。请大家学习我的人生哲学。好棒的人生哲学。然后好笑，甚至还跟你说置顶是不是用错了，笑死！因为你文化部的那个表达，我用错了吗？我用错了吗？原来还没进主题哦，变成你的，超好笑！你去看一下你置顶。笑死！可是蛮好笑哦，我觉得也蛮好笑。贴文是贴文没错啊，因为之后我们不是说要改贴文，不是要改表单。对。没有，你的置顶现在是原来还没进主题哦。是吗？你现在发现了？等一下，对不起。等一下，那个 AZ 先生，不好意思，我要帮你用下来了。等一下，对，拍摄，我今仔日真正嘛无困饱，我先老师赶快。拍摄，不好意思，咱这只个错啊。这底还没切，拍摄。我这把置顶来切，国产中岛平安岛探集有啦。对不起。对了，你今天真的觉得会吗？我们该不会下个礼拜要讲一模一样的东西吧？可以，我努力会复习的，我会加油。对，我们刚刚只是在开愚人节的玩笑而已啦，大家。这是一个节目效果啦。我今仔日跟我金门干练了，我跟我金门干练哦。好，今仔日金门干练。真的是好够了。包括和中岛平安岛探集。包括笑哥，也谁不中岛平安中岛好哦，谢谢大家。笑哥，你头都要讲过啊！笑哥，跟你头都要讲过啊！你想到你还真的就是。对，我们再送他一次嘛。笑死！我们再送他一次嘛。你要保持你精明干练的形象啊，好好笑哦！我今天愚人节啦，不用精明干练啦。真光荣第一天来就有人置顶，拍摄啦，我那天给他点了，对不起。我刚刚喝酒对啊。后来公道邓来啊，我们一开始在学语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得？小时候并不一定就是非常想要学国语嘛，就是还没有学华语的时候，就是你在3年级，那你一再跟我瞎规矩这种。我现在后来去查，我就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以前那种绿色的小本本你知道我在讲哪一种？我知，起码后面还是无啊，起码都是这款的，就灰，对，就会来对跟我几个啊，就他们好像会排一些什么单字，但以前我们都是要自己手抄的那种啊。没错，我们以前简单。我那个年代，
就是我200多年以前，我上次是讲几百年以前，我已经忘记哦。好，那800多年以前随便啦，反正800多年以前，然后我在上国小2年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甲乙本了。反正就是大家应该都差不多啊，都是因为要写那个那叫什么，就是要写生字嘛，然后会教你嘛，就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蛮痛苦的，就是写生字很容易被打，然后写好多次。对啊，如果就是你那个时候有这样的基础，就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开始先学嘛，然后学完之后就开始学一些比较简单的字嘛，然后写完字之后，老师就会教你学圈词嘛。对，台语其实也差不多，觉得台语更简单一点，就是其实有时候台语是不必写字的，就你可以写像英文一样，就是你可以写拼音，你的拼音也可以当做一个字。你可以帮我看下一页，我们来看下一页。就很难啊！吴昕老师，你怎么讲的？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有一个那个骗我们说看吧，很简单吧的那个爆炸头北北在画图。你是说雨生爸吗？雨生爸很喜欢，就是以前我们去爬山的时候，然后他就带我去南爬山，然后我是一个极度不动，除非就我现在有在玩皮克明，然后我现在才会走路，但我小时候是极度不走路的小孩，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到了没啊？然后可是搞不好就是还有半个小时，跟我报2圈，阿姨有搞到跟5分钟就搞，他说就在5分钟就到，可是没有，我真的说老实话，我觉得对。可能2点钟吧，对。它部编版是什么？部编版是教育部编写吗？我其实有时候，我以前有看过部编版那种写评量。我们以前那个，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上补习班，但是我是一个就是自虐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家是没有电脑，然后我实在太无聊了，我就会去买评量，然后。我们那个老板都会说你们买部编版的比较好，但我其实不知道部编版是什么意思，所以如果大家知道部编版是什么意思的话，可以跟我讲。部编版，对，反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现在台语用汉字看会比较简单？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的汉语基础比较就汉语基础是在华语已经有奠定起来，对。但是如果你还有梦回，还记得小时候的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写圈词是写得很痛苦的嘛，而且，对，就是以前还写圈词，圈完你今天写完，然后老师还会说我们明天要考听写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反正那其实就是因为你经历过一个很痛苦的时代，但其实在语言学上面，我们学拼音的单字，应该是说如果真的是外国人或者是没有学过汉字基础的，比如说韩国人，他们就不一定会学汉字啊，对，就是日本人也是啊，那他们就会很需要用拼音的方式，然后去学习新的语言，就是其实中国跟台湾这2个国家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是以汉字为基础，可是其实台湾一开始是因为族群融合，所以有汉学这个文化，就是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学汉字。但是汉字它在语言学或者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言里面，它一直以来看起来都是比较困难的。你看很多的其他语言都可以用我们说的不是说拉丁字母，就是有人说拉丁字母嘛，有人说罗马字母嘛，就是用那个都是用那个方式去拼出来的，它是拼音。对，然后但是我们因为太依赖汉字，可是其实汉字又很难，因为你们发现就是以前在考听写的时候，老师还会出那个陷阱题，叫做那个嘛破音字嘛，就是照相机，对，照相机的相跟互相的相，它其实是同一个字。对啊，在咧台语内底，咱嘛会拄到这个问题，相片加互相相片加互相，对不对？它同一个字，但是有不一样的音，所以我们一般在现在要重新学台语的时候，不只是我啦，就是其他的台语老师也会跟大家推荐说，那你们就开始学。你们可以开始学，就我比较推荐你学罗马字、罗马拼音。为什么？第一个就是就是那些 A B C D E F G， 我们为什么会念 A B C D E F G？ 因为英文也是这么念嘛，对不对？你学完罗马字，喝水水滴卡。我今天一直在卡痰，小喵喵一大下拿出喝水小卡。小喵喵 ，Hello，中岛。现在大家
大概今仔日今已经去吃中昼啊，大家应该是还在抢饭，对不对？好，我刚刚讲到哪里？就是你学完罗马字这件事情，它会让你更有，就会降低你去学其他语言的门槛。比如说，大家有些人就会在那边说什么哦，台语字看起来很像越南文，我都不会。对啊，那你要不要试试看？你学完台语，你就开始去学越南文呢？现在也可以去越南应征工作，可以当中高管哦，其实也是很不错。对，因为而且就是岔题一下好了，反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那个企业也是会那个应征那种作业员的周高管嘛，因为有一些移工他们会去我们的高科技电厂上班啊。你只要学会越南文，然后你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你可以不用进修，你也可以去应征。你就算不是理科男，哦，你不是理科男，你也可以去试试看应征日月光跟台积电，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越南的部分，我不知道北部那边怎么样，南部这边其实越来越多新住民了，所以新住民我们也是啊，你们北部也是吗？就是我这边看到很多，就是可能国小国中啊，他们的妈妈基本上都是妈妈哦，就是很让大部分越南或印尼的来这边生活，对，然后他们也真的渐渐长大了。其实我是觉得越南其实在台湾说真的越来越实用了，真的。对啊，还有菲律宾啊，其实我当时他们有时候官方语言也都是英文，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只要学好罗马字，你不只是你唔那是当甲台语学好，但是台语是安怎？台语的系统会当你其他语言门槛就是你会更简单的可以去学其他语言，你的门槛会降低。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在学生物的时候其实会讲到。对啊，我们会讲说华语的 ㄅ 呢，日文的50音，然后英文的26个，我们会说英文字母嘛，其实是拉丁字母。那有人说罗马字，像你如果是学台语系统的话，大家就会说那个东西是罗马字。这些拼音的符号，它叫做符号，它其实没有意义。它是因为它是一个符号，然后我们给它说哦，这个音要怎么念，所以它就会有意义。然后它的意义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拿来拼排列组合之后，它就会有意思，它就会变成词。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下一页。我来看移动。对啊，来，那我们就讲回对，人工有台语。来，那台语其实不只是台语啦，就是你看，我们说除了，其实台湾的华语比较特别，台湾华语不能，因为它有一些政策性的导向，包括其实中国的华语也是因为在民国政府的那个时候，因为当时大家就是你学师培，就是跟教育系的时候，他们会特别讲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注音符号的原因，除了就是跟当时共产党区分嘛，因为他们就是共产党他们其实是用罗马拼音的，然后我们说我们不要用罗马拼音，所以我们就发明了注音符号。注音符号它的概念其实跟日文比较像，就是它是一个字里面，然后把某个字的一个部分，然后去把它拆成，就是拆成我们的比如说 “b” 那个字，它就是包的上面的那一个部首，你知道吗？“b” 就是包的上面的那个，对，然后 “p” 就是坡嘛。就是旁边那个皮，它就变成坡，对，所以它又是象形中的象形，它其实在理解上面，它就会门槛相对来说就会更高一点，因为象形啊，它其实是一个不通用，然后学习它没有办法通用，对，然后它又很需要依靠高深的想象力，所以就会变成其实你看。中国大家不是都会说什么我们拥有底蕴就是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什么？因为他们使用的文字，汉族使用的文字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好，那今天这个都有点扯远，我们还是讲回台语。就是台语里面啊，其实它的概念，我们现在在台语学习的概念，它跟日文是比较像的。日文有50音，有罗马字，它也有片假名。或者是说我们粤语也是啊，粤语它有罗马字，然后你用拼的，它也看得出来，然后你也可以读得出来。但是你如果要用汉字，你也可以用汉字，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初级会有一个困难嘛，我怎样
尤其是就是像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是学倒转来，就是你本地就会晓讲台语，但是你想要开始读，想要开始写，想要开始看册，对，那就是其实我是想要回去，就是比如说我听到一个我本来就会的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回来。但如果你只要学得出，你只要拼得出单字，比如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水果叫 apple，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它写成苹果。对，那我是不是可以就是如果只要会26个英文字母，我就可以把它拼出来，就 APPLE 就是 apple。对，我就可以直接用拼的，然后我用拼音，我回去查字典，也许都会查得到。所以在台语里面有2种表达方式，我们右边就是用罗马字母拼起来的，这个也是字。旁边的汉语，因为我们说就是台语是汉语系里面的其中一个支系的语言，所以你用汉字也可以表达台语。对，那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变成台语有2种字，而不是说只有台语没有，而不是说我们现在有汉字，那汉字可以用台语念，也可以用华语念，就它其实反而是字应该是来服务语言的，而不是语言去服务字。对，我不知道这个概念在就是还没有睡饱的猪猪的心里面有没有，就是不是听得懂？我觉得有点绕口，但是大家可以先放着，放着看看。只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说，像我我学日文的罗马拼音，我会觉得这个念起来应该是 T， 可是居然是 D， 这样子念吗？对，是 D。对，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讲。对，因为台语一开始它就有按照一个我们讲的 IPA， 就是国际标准拼音，对，国际标准符号啦，应该是国际标准符号。然后国际标准符号里面的一些字母，就是一些发音，我们是直接把它拿来用的，因为你只要会那个东西，你之后去学欧语系，就是什么德文啊、A B C D， 就是会比较没有门槛。对，而且因为我当时在设计，不管是，而且其实一开始你说我们之前上一次有讨论到嘛，就是来台湾传教的传教士，他们是欧洲来的，所以教会罗马字其实就已经运用到很多我们之前所说的国际语言学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要开始发展新的台罗的时候，当然就是在教会罗马字奠定的基础下，然后我们再去把它做调整嘛，再去让它改进。对。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 IPA 不用全部记啊，就是我们以前要记 IPA 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学语言学，但是 IPA 很好玩的是你只要会，就是之后学什么语言都会比较轻松一点，就只有一点而已。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会学语言的人，所以这个我也不好意思讲。对啊。我小时候考上的那个学者什么最难的，你跟我讲你不会啊？没有，我跟你讲，那个主要是这样，我觉得那真的就是因为在学，就是你如果是学生的话，就会很好考。不是有人说什么驾照其实就是你高中时候去考就最容易。因为你看我现在还没有考到驾照，超好笑。没关系，我还没考驾照。北部路不需要用到的话就不需要。也不是，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根本现在还没有赚钱赚到多到，就是我可以有一个地方停我的车，就算有钱买车，我也没有地方买停车位啊，所以我后来就觉得算了。不会啊，过3-5年我们靠你了。哦，真的吗？真的吗？没有，应该是我靠你。你登上大舞台的时候，我就在下面收门票，这样，所以登上台北大巨蛋，然后我就在下面，我在下面当的黄牛。直接在这里做那个犯罪宣告。我跟你讲，吴昕老师，咱有梦上水是安尼更好。对，有梦上水啦哈。对，笑死。反正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啊？完蛋了，科技过门记忆。我们再讲回来，没有，就是讲那个我刚刚讲什么 ABCD 然后这样会比较好学。对，我很认真。对，反
反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看一下 IPA。对、讲比较岔题的，才刚回来又要岔出去。好，就是我最近才看到那个，就是德国小孩的语言治疗，就是他们好像不会弹舌就要送到医院去做语言治疗，就发现啊，我根本就不会弹舌其实我们这边是有人会弹，你会弹舌吗？就那个一点点。这个弹舌呢，真的是什么？你刚刚讲的什么？笑死啊！因为以前我们在学日文的时候，有一堂课就是有同学在报告，然后他就抓了一个就是日本各县市的地名，就是那个很好笑，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个梗，总之就是什么意思？你是没睡饱啊？不好笑。就是日本各县市，就是那个人都有办法用打舌把它念出来，而且超好笑的那种。而且讲到打舌，我们打舌的达人，我们 Double 老师，吴轩老师知道 Double 老师是就是 B-box 的教父吗？台湾所出的。我知道啊，我之前有跟他聊天过啊，他说这里靠地沟，我才要靠你嘞，对吧？帮我发个按啊，拜托啦，拜托啦，给我钱，拿不给我钱。突然会上夜吹捧的两位，好啦，两位老师都很厉害。然后讲到就是舌尖舞芭蕾的部分，我觉得我可能没这么厉害，但是Double老师真的是专业的，对，有啊，尤里安安，想做是安安，应该是因为今日落雨笑。哦，有可能哦。对啊。大伯跟你落雨吗？对。好，今日就是沙巴河，就很深的，咱南部真就热的，够热的。现在 Double 怎样你在讲啥？我刚刚没有听懂。对，好啦，就是反正对，Double 老师知道，因为那个是很迷因的东西。没关系，可恶，我等下要找回来看。代表你太年轻了，不是？我要小蛋吹来看。刚才我搞不好有看过啊，就我觉得我搞不好有看过，只是那个梗没有对到，是不是？哈，我再找给你啦，那个其实蛮好找的。对啊，对啊，回题就是温公豆豆来，这是结语，就是台语其实有两种表达方式。其实我们当然会跟你说，你选你自己喜欢的就好。但是如果你是初级，而且你是搞不好也要讲台语，那就是推荐，好不好？推荐旁边呢，我们跟你说，今天你只要学会3样东西，你基本上台语就会学出来的，就是我们说的旁边的罗马字。真的，就是你只要把我们看下一页好了。对啊，我们先讲。话说回来，就是一个台语字的组成会有3样东西。为什么这个看起来有2样？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这个红色的就是声母。然后下一页看到的这个叫做来，同学翻下一页，这个叫韵母。对，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像英文字母 T， 但是它在台语里面是念的，对，它是声母。然后另外一个是韵母，然后就跟我们之前在写那个注音符号一样啊，不是有 R E U A O， 然后对 b p m f b p m f 啊，小朋友，我们的老师就会跟你说 b p m 叫做声母哦，然后 E U U 就是韵母哦，对啊，大家应该都常听到。然后我们以前都要写超多次。老师跟我讲，我都不知道有一些老师的派别就会说你硬背下来就好了，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我们好像以前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的 b p m f 是我有上幼稚园，而且我上幼稚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看到我身边的人都有去上，那其实我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也不一定要去上，只是我觉得上幼稚园好像是一件很潮的行为，然后我就朝我爸妈去上幼稚园。对，所以我们的 b p m 其实是在那个就是幼稚园里面学的，然后以前就有问过，就为什么就是要分 b p m f 跟 e u l 然后我们老师也不知道，他就跟我说你就背就好了，就是以后背就知道了。对，然后你就后来回来讲，反正回来讲，你就会发现，就是每一个符号系统，他们都会有2个东西不是所有的语言都会有对，就是声母跟韵母，然后台语更特别的是，可以帮我看下一页吗？好的，同学，我们翻下一页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台语，然后跟你写出来，其实只要3个东西，你只要知道一个字的组成，台语会有声母跟韵母，这是每一个语言都会有。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声调，这是世界上有200多种语言，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声调。比如说那个日文就没有嘛，日文没有声调。
有啊日本没有声，accent 调很重要哎，我们声调也很重视。没有非常重视 accent 是口音，是口音。我的声调是一声、二声、三声、四声，对对对，那日文就没有了，不算有哈。对，日文没有，英文也没有，很多欧洲的语系也没有，但是台语特别，台语有。台语是你的声调只要不一样，你的词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台语就会变成叫做声调语言。对，台语的声调非常的重要，而且台语的声调有8音7调。其实正确来说，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说是那叫什么？不是8音7调，有些会说什么可以分到13种啊，那个不是我们的管束范围，反正常用的就是8音7调，就是8个，甚至只有7个，因为有一个是你生在鹿港才会有的，对。那我们这3个最难的东西是声调啊，我们今天没有要讲啊，韵母是最简单，我们今天没有要讲，我们讲一个中间的声母。对，好，台语的声母，我们看下一页好了。好的，来，同学翻到下一页，然后在这个中间，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打过招呼了，看到学姐，老师下面也学姐，伊拉下欢迎来到第来宾的学姐，嗨，学姐，中岛平安大探钱，探钱哦，来，那个平安大探钱，来，对啊，这大家应该就都很知影，就是。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伊巴拉亚基，不米，有啊，我觉得我好像知道我好像有听过。对不起，想到以前的那个回忆。知道对，而且这位我觉得我好像有看过。有啦，我等下找给你看，那个很好找。然后幽灵，我们幽灵应该怎么念呢？幽灵吗？幽灵啊，幽灵被掐掉啦，差点忘了幽灵马车，幽灵被掐。平安大太极。然后楼下这位越南语友，你好，这位A 先生，中岛平安大探钱哦。中岛平安大探钱，祝福大家今仔日开春平安大探钱。大家有人去吃春酒了吗？我最近第一次去吃春酒，然后我看到我们同事好醉，我觉得好好笑哦。就我们的主任开始摸我的少男同事的脸，我觉得很三八。我猪猪还没吃猪猪没得吃，猪猪有春酒吗？没有好像没有。那我想有，我们去高雄，我们可以约这样。我们两个的春酒，单独春酒，可以啊，去吃。好吃都吃啦，吃都吃。好。我们开个春酒会啊，然后菜是观众抖内这样，然后他们就会准备一大堆凤梨罐头。跟大家刚兄好不洗干节哈。那你现在加入仪式组的话，我们这个月好像是那个山葵凤梨塔。你怎么都知道哇？对，而且我昨天做完了，我的照片是要发一下给大家看吗？我原本想说这个可以翻，好啊。可以放在那个节目，放我们左下角正斜啊，好可怕哦！好，它不可怕啦，因为它完完全全居然没有我最爱的香菜，居然没有香菜，我难过啊！你今天承认，今仔日4月初1的时阵，就是迪卡中盛喜清丁啊，就是香菜是个可怕的存在。不，真正是刚就是多。原来是这样，他说出了他的真心话，在4月1号都会用。我们4月1号的时候都会用就是开玩笑的语气说出他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没有，李宗盛是面对你自己啊。不，我跟你讲，吴昕老师虽然讲这个王来的什么，不可能，这是不可能代志。虽然讲这个什么王来的塔无盐水，但是我这个什么挖苦，这个什么待机室有盐水在飘来飘去啦，可以啦，有没有？万物皆可香菜啦。好臭，太臭了。被嫌弃了。可是我昨天试吃，好吃呢，袂歹呢。这个组合居然有办法。你有吃到凤梨吗？你有把凤梨吃完吗？还是有挑掉？没啦，当然是到丁家一起吃啊！一定要就是，即使这个凤梨可能就是我不会去主动吃它，但既然我们的趴趴熊总裁都已经24罐，真的是24罐，然后直接送到家里了，我一定吃。你有吃到吼？你有吃？你无讲白菜？我伫咧讲，迄人这个时阵相信你一届。我无讲白菜，我就相信你一次。你超内底迄就甜甜迄只，往来吃嘛就好啉诶，那个凤梨汁是好喝的
好喝的，没有人会把它拿来喝啦，哦直接就是哦，真的吗？我们这个年纪喝下去，因为你18岁啊，你是500118岁啊，我这个年纪喝下去，大概就是直接睡一整天这样。可是吴雪老师那会躺晕呢。可是他在重训之后很适合喝哦，因为高糖的东西会长肌肉，很适合的。你也不想想看，我长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有什么身体素质能够重训呢？下次带今日拍拍熊无来，今日总裁无来，对，总裁有一天，好不？有一天就是go视频甲伊感谢，视频甲伊感谢头家，嘿啦，有啦，嘿啊，嘿，长得有感谢过啊，嘿啊。真的哦，我相信他等一下最后一刻其实也会出来。幽雷花，幽雷花一个，你要弹舌了吗？我觉得应该蛮好笑的。然后明华园就会告你。等一下，幽雷花，我觉得蕊可以。幽雷花好难哦。那不好意思，你要不要现场连线弹一下？会被明华园告。好啦，明华园贷款也要告你。不排除提出告诉。好啦，我们扯远了，对不起。好啦，我讲到来，都雄袂记你今仔日是咧创啥？嘿，今仔日有香菜啊。讲倒来，不是啦，讲倒来啊，对。就是下面是声调语言，下面是我们什么是声调语言呢？声调语言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你的声调就关系不同，就是你的高音低音不同，就会影响到词义。我们就讲一个大家比较常常看到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做人这个我真行慢讲话，但是我做人其实在大家应该看过那个丝丝宝盖，丝丝宝盖是不是已经成为历史了？他现在都已经没有那个广告，除了罗斯峰之外，另外一个打棒球了，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林依珍拍的，对，大家也知道这号人物嘛。对，我很慢讲话，但是我真实在做人是做人处事嘛。但是如果它是一个连字音，它是做人，它其实写的是一样，但是它只是连字音哦。做人的意思啊，艺术。就是成人之美啊，就是说清哦，这个好细哦，真的好可怕哦！天哪，走廊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造人运动，对，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意思。对，好 ，OK， 好，所以未来我们如果有开色什么台语回之类的，对，所以台语有很多都可以讲，之后我们再安排。对，可以再安排一下，对。那可以困的时间到了，双子拜拜。我要洗面奶，豆豆啊，休困哦，谢谢。幽雷花，你可能幽雷花。大家如果恭喜一个模范生，有一个模范生，反正我们讲回来，它可能会影响到词义，所以我们的声调也是很重要。对，就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台语算是一个声调的语言，那我们今天声调有点难，然后我们放到很后面来讲。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来看下一页。今天我们要学的其实很少，台语的声母算少，总共只有18个。你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注音符号的时候不是很多吗？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l z c s r z 已经超过了，可是台语就18个，而且这18个里面其实只有17个要记。第18个我们看到最左下角的啊的意思，它其实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它叫做零声母，也就是说台语的韵母啊，r e u a o e 六个里面，他们其实也可以单独成字，他们不用配。我们刚刚有说嘛，就是如果你要念出一个台语字的话，需要一个声母、一个韵母，还有一个声调。你们刚刚迪卡的第一，它为什么没有调号？因为它是一声啊。有没有想到我们以前的一声其实也没有调号，华语的一声也没有调号。对，是一声，对，滴，对，它是一声，所以它不用调号。可是其实它也有声调，它不是没有声调的。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17个声母，对啊，17个声母其实没有很难。我们看下面一页，下面一页，你会发现一个更厉害的事情。
对，发现一个更厉害的事情，你是不是看到？哎，你是不是下载到旧版本？是旧的吗？等一下哦。对，没关系，我们在那个，就是我等下再给你一次。有啊，我们事故，对，旧版本，我们事故，再一次。等一下哦。哦，才新的，没关系。我刚刚下一页其实主要要讲的是，我们这17个声母里面又有相对来说跟注音的是一模一样的。哦，等一下，我再看一下，你们等我一下哦。啊，我看一下，你看一下我给你的是不是新的版本？还有我自己好像也那个怀疑了一下，你知道，这就是2个没睡饱的人，你都要喝酒。等一下哦。啊，我放在你个人那边。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连接，我们现在有那个对爱的连接下面，是我回复一下，你就知道是哪一个。用这个，对啊，02，我看一下哦。奇怪，我下载错了吗？对啊，02啊。看一下哦，02。好，我再次把它打开哦，你等我一下。我们再次伟大。我讲海口音的猪是的啊的，隐形的风轻轻的起头。你们大家有听过陈雷唱歌吗？不然我今天就是在他修复事故的时候，我来唱那个黄喜流好了。好，吴奇老师，可能刚刚我真的没有下载好，等我一下哈。现在回来了吗？海刚需要量了解。来，这个是第一版，这是第2版，这是第1版，这是第2版，对吧？好，第2版，第2版我很贴心的，我后来就是很贴心的想要帮大家就是标上。我想说，我们一开始学语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最亲近的语言来开始学嘛，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然后去学我们不知道的。是，所以我就帮大家贴心的标上注音符号。对，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呢就会发现，如果你把这些应该是17个。对，正确来说其实是17个声母，它大概可以分为4组。我们会用发音的部位相趸音就是你用唇，就是嘴唇去发音的，比如说 b， 你是不是就是你的嘴巴会你嘴唇会憋憋的嘛？它的发音的部位就是嘴唇，所以我们看横的上面的横的那个叫做发音的部位，直的就是我们发音的方式。清音就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让我的嘴巴憋憋的，然后它就会发出 b。对啊，舌接音就是用喙挤音，就是你把你的那个舌尖抵在门牙后面，然后就变的嘛的。对，还有歌喉音，喉音就是你的喉咙憋憋的歌，对，这就是注音符号的歌。歌。还有齿间音就是你的牙齿会觉得麻麻的，鸡，对，鸡啊。没有，你这个就有点太浊，你这个有点像是虾吉耶那个鸡，就是会变成最后一个我们所说的浊音。对，浊音会让你觉得麻麻的。对，浊音你们就会发现浊音看到的东西好像大部分是不是我们以前学的华语都没有，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比较新的东西。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先看有的，对。那清音的话就是4个嘛，就是我们先你们要怎么学。其实我们可以用横的方式学，我们也可以用直的学。那我们先用直的方式学好了。我们现在看双唇音，双唇音有4种方式嘛。如果用4种方式去发音的话，第一个清音然后送气后面是不是多了一个 h？ 对。这是一个符号，你帮我看下一页，就我们来看下一页，我们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IPA the inten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对，你没有发现有一些没关系，我们这个看起来很可怕，对不对？我们没有要背，我们今天也没有看到，我们今天也没有要看它，但你们有没有发现里面有一些东西看起来跟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很像。来，你们看那个第一个就是有那个 p 跟 b 嘛，就 p 跟 b 有吗？然后 m 有吗 ？b 也有吗 ？t 跟 d 都有吗？就是怎么发现都在上面？那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再回来看到，也不用回来，你看到旁边有一个我用红色框起来的，它是也有那个 aspirate 就是送气。
对，它是不是长得跟我们在看到上页，我们看上页，就是长得跟我们的送气一其实是一样的哦。你有发现哦？对，我发现是其实一样的哦。pH 对哦，阮头拄看到金红，感谢金红加入会员46个月，谢谢。人好，终丢你来呀！我现在在努力的把这些声母把它搞懂，对。你有没有发现它长得其实很像？就是一开始大家就会问说，你刚刚也问我这个问题嘛？为什么迪卡的 D 是写 T？ 对，就是听起来会很像 T 卡嘛？对呀。对啊，为什么不是 D？ 那是因为它其实原本就是为了想要跟 IPA 一模一样。因为你如果说今天用 IPA 去标其他的语言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你就是直接看得懂。因为我们有学过台语的罗马字，那我们直接看得懂的话，起码就会知道一个我们另外不知道的语言要怎么念，我们念得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考虑，然后大家也会因为学过 IPA 的人也会因为学过 IPA， 所以他学台语的时候，一定学台语的时阵，对，感觉够简单，所以我们特意就是把它做的一模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为什么会说，我们送气音后面都是要特别加一个 H。那假如说没加那个喝，对，我们没有加喝的时候呢，它就是念 b， 对。然后送气 p 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嘴巴前面 p， 是不是就有一口气？对 p 嘛，对，这就是送气，它的送气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再来就是鼻音么，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发得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学过注音符号嘛。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发不出来，好，那你就发 b， 然后把你的鼻子捏起来 b， 是不是？就是么的音啊，就是么的音。对耶，对，就是么的音。对，它就是这个概念。你好像汽车喇叭哦。迪卡其实迪卡品种其实是一台欧多拜。你之前不是要学引擎吗？对，不要再。你要才艺表演，好好笑，又歪楼了，好好笑。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你就会发现，好像每一个我们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位发音，它其实都可以用这4个方式。Hello， 米娅，中岛平安，多探吉哦。你就发现我们都可以用这4个方式，我们可以用这4个方式去发音试试看。好，我们再来看说舌尖音。刚刚其实有讲到舌尖音要怎么发嘛，你就是把你的舌尖放在你的门牙后面，它就会变成的啊。这个的呢，因为我们以前学过，所以大家其实也学得起来。对，比较难的是大家到最后还是会听到特的时候，还是会写上面那个。然后这个没有办法，你只要写生字簿，你就是写生字簿练习到你会。对，但其实也没有很难啦。我自己的状况是，我会把所有的气音先写出来，写出来之后你往回推，你就会知道 PTKH 它就是没有送气的，就是你知道有送气音之后，你就会知道它的不送气的版本要怎么念。对，通常都是这样。对啊，这个概念就是需要大家勤加练习啊。这个就只能练习。对，但是我相信对大家来说其实是不难的。正是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个东西不难，所以才会粗心大意，然后大家注意就好了。其实没有那么那个。那悟仙老师，我问一下哦，例如说你现在帮我们标的这些注音符号嘛，那目前这些声母的发音真的就是这样子念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对，哦，真的是这样子念，好方便哦。对，它就是这样子念。对，所以我们就会说。应该是说有很多就是语言的声母其实都是差不多，它是差不多一起的概念。可是你发现，应该是说声母其实是没有声音的，声母是一种发音的方式，就是它其实是，比如说 b， 它其实是 b，它没有声音。我们是后面再加一个韵母，让它听起来是我们后面加了一个的音嘛，所以它听起来是 b， 可它其实只是一个 b， 它没有声音。对。那你听到以前老一辈台湾人在念 b p m 的时候，他是念 b p m 嘛，他们就是加了 o 的音，
他们是加 bopomo， 那不是台湾国语哦，那他们其实念的是对的，他们念的没有错，就是什么阿狗那个 bot 那个 b 啊，就是他们也是念的很标准，对，所以我们以前其实反而是台湾国语把一些很标准的拼音污名化，对，因为你去印欧语系，大家不是很喜欢欧洲吗？其实我也觉得没有一定就是他们那边比较好，但是有很多也是用欧的音去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符号，对，比如说 bo po mo， 对，然后还有 for， 就是这个在法语或者大家觉得很高级的语言里面也是常出现的东西，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念起来听起来会有声音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我们发的韵母就是它自己就有声音的，对，就是它没有我们的声音在我们的器官里面的气流，它没有受到阻碍，对，那它就会发得出来，对，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就是特的话也是送气音嘛，那如果的变成鼻音，你再发哆，是不是就会变成呢？哎，对，其实我觉得鼻音大家。我发现我那个打错了，等一下我等一下再来说。好，那吃不是吃是吸，对，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不好意思，我自己打错，我真的是没睡觉。是吸吗？嘿，对，没关系，我等一下再改，对，等一下再改。反正就是鼻音的话是呢，它是呢，对，大家也就知道咯，它是呢。那的话大家就不用解释嘛，就大家也知道，么跟呢英文里面也有嘛，对 ，mother。跟 near 这样子，谢谢感谢有人赠送汇集，你要念吗？感谢这位是我看一个，送出一个新的朋友对吧？应该是新的朋友哦，谢谢，感谢你送出的汇集喽。小杨根收到了这位，我这边只看到他的账号嘞 ，JPJ8， 谢谢您送出的汇集，感谢支持，谢谢，感谢多啦，感谢多啦吼。结果我想唔到你，没关系，谢谢你的打气。继续看的来，我们现在来看回来哈可是呢，我们在舌尖音这边，台湾人是没有浊音的。你知道我们的浊音为什么会是了？你听看嘛，就是我们在讲乌龙面、乌龙米，台湾人是讲乌龙嘛。但是好，我们日文的好不好？日文的乌龙面要怎么讲？乌冬，你怎么听起来跌倒？因为我在找那个绘图笔，我要帮你把那个词改一下，因为我下次应该可以直接绘图。等我一下。真的吗？我们都直接讲乌冬乌冬，我爹。它是冬嘛，有一个多，它不是有一个多，有一个多。对。阿姐，感谢你加入23个位台湾话主组员，感谢你加入，好。为什么好？老师，你说这个词是错的，然后是 T 是吗？西是西，谁哪是 T 呀？我天啊！你怎么会说西啊？我搞错了，是 T 西啦，这是注音符号的西，对不对？我只是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你怎么会念它？说错了啦，觉得很有趣。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一下注音嘛，然后一下罗马拼音。现在我们现在努力又要记这些声母，然后猪现在已经错乱中了，有没有？好，这个我们改。其实还好啦，好像国外也是念那个哆来咪发嗦拉 T， 他们也是念 T， 好像是哦。好，谢谢你的安慰，亲爱的。谢谢你的安慰。好 ，OK， 我改完了。好，其实它是一个语言的变化，它是一个语言的演变，就是我们台湾人比较懒，所以我们就把它发成了一个连音，就会变了。我们把乌冬的那个的，他们不是也有个浊音吗？对，那个50音里面也有一个浊音，是你只要在那个50音就是平假名上面点2点，就是浊化音。对，乌冬，对，有个浊化音。对，所以但是我们的浊化音的话，就是这个东西掉了，所以我们这里是了我们没有浊化这样子。好，对，好，目前学到这里大家都 OK 吧？是不是很简单？我就跟大家说很简单啊，没有很难啊。老师，你确定吧？我觉得我光是这个要背3天，我觉得啦。这也没有背啊，你就都会不是吗？需要背，我觉得我的大脑。哎呀，我们采取一下，就是我们各为米刷的刚刚，你们大家真的觉得很难吗？还好吧，还可以吗？大家有跟上吗？可能我觉得我对于罗马拼音会非常的挫折，我自己啦本身，就跟数学一样，
就是受哈嘛，像呢，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以前不是都会说，因为我是文组的，然后我的成绩以前还不错，就是我是校排的前2趴这样，然后我的数学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是5趴以内，我是前2趴，然后所有东西都5趴以内，我数学是倒数的，就是在100个人里面是70几名。很厉害，超好笑，我是超级烂，没有就很烂啊，就是我后面没多少人欸，可是就是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什么那个。然后以前在文组的时候，在文组的时候，其实那个有一个就你在高中的时候，在几百年前啊，就是可能我上次是说几百年前哈，900年前的时候我800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是，可是我刚刚800年前不是上国小吗？对哎，所以随便了，反正800年前，随便反正800年前的时候，然后上高中，你在文组的时候就会有几个单元是送分题，我相信就是大家送分会，就我相信大家都有就是经历过这段时间，然后那个送分的单元叫做排列组合，就是只要。就是好像随便考吧，随便考大家都可以考100分，然后那个时候全班就只有我考85，就是超级简单的考卷，对，所以我大概能够理解，就是你们说的，就是什么叫做有些东西会有点障碍，就是你如果一开始学的时候，你的开头不是很好，我对体育也有点障碍啊，就是我小时候，我一直记得我第一次上体育课，然后我很想要，就是表现很好，结果就直接破改，直接扑街这样，然后后来跑步都比别人还要慢，就超好笑。我跟你相反我真的是一个肌肉体育，肌肉体育笨蛋啊！就是所谓的笨蛋，就是体育是异常的好，体力到现在还是很好，可是大脑就只有肌肉。对，所以学这些非常需要组织的东西，我真的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没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没有啊。其实我觉得会运动的人一定聪明，对，但是聪明的人就是不一定会运动，就有可能是因为有很多时候练习。这个表很清楚，注音没有的发音会比较难。其实嘛无一点，其实都好。其实我觉得。刚好，我不是反驳型人格，我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为什么一直分？我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有时候啊，你们在那个我们在讲，就是刚刚的那些浊音、注音没有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我们常常用的词，比如说搞炸的搞啊，就是喉音。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浊音的柔音歌，那个搞，就是歌，对，它就是一个只有台语的音。对，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双唇音的浊音那个 b 吗？好像我们没有讲到 b， 好像没有看到下面这个 b， 我们看起来是 b， 它是 b 是吗？b 对，你那这种浊音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迪卡他都说的非常的漂亮，就是那个高炸够那个我们说那个肉松的台语要怎么念？马松。对，对，就是那个音。这个东西啊，浊音的这一条，对于完全不会台语的人可能会有一点吃力，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像日文里面其实也有，日文也有浊音，日文的浊化音就非常多，而且他们的浊化音会比我们细致，所以我们就更加的验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学好台语的声母，你去学其他语言就会方便很多，真的，对，没错。然后，如果你还有一个课外延伸小知识，如果学会客语的话，学韩语也会轻松很多，因为那个客语有那个 L 的音啊，就是那个 L 跟那个 E 的音啊，韩语里面就非常多。哦，是这样子，原来。可是就是我们会说客语跟台语的一些罗马字拼，其实都8、9不离10。那个你现在学完的声母，学完之后可以直接无痛运用在客语上。客语比较难的
客语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声调，它的声调跟华语一样，但是它的那个拼音跟台语一样。对，就是可以互相学。Hello， 中岛平安，这是 Ryan C。Hello，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一个 C 吧？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问号，好像还中岛平安。对，中音发的好，台语听起来。嘿呀，郭新明老师，中岛平安，中岛平安，大家都来了，好开心哦！你们的午休时间是不是只剩10分钟？你们午休时间就是好好午休，睡觉起来开始当薪水小偷。我非常推荐你们睡觉起来要开始上班的时候就开始学台语，对，继续挂台，对，很重要。对，就假装自己很认真，然后逃避工作。其实是在学台语，这样也很棒啊。对，因为我们一开始为什么我会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表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就分4组，然后1天背1组，4天就可以把它学起来。对，我要努力。对，4天。对，就是其实学东西就是这样。我自己的话，我就会把所有东西都分组，然后我就花几天把这个东西背完，也不是背完，也不一定要背，反正就是理解完。对，然后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1-2个月之后你就 OK 了，差不多就有一点掌握。当然你要说要用得好，要参求让那个有教啊，你可能还是需要长时间。有教会修贵厉害啊啦，他可以自创字，我在想。他是仓颉啊，他现在不叫温若乔，叫温仓颉。对，温仓颉啦，温仓颉本人。我们的温仓颉，我们温仓颉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当然如果要成为一个文学，你就文学上的有文学上的造诣，你当然是要有实际上的累积，但你要能够用，要能够学，其实。其他语言跟它也都是一样，它也没有特别的难，它也没有特别的简单，它就是都一样。看你要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样子，大家不用太紧张。对，那我们再讲回来，刚刚的喉音的那个鼻化音还没有讲到，这个比较难一点。这个物件这个音其实就喊到在就台语里面出现，就是那个就是文雅的那个台语要怎么念？文就是那个它比较难发。还有就是，我觉得很矮幼，就是很难念啊。它就是想要让你台语很厉害，就是要让你如鲠在刺的感觉，就是难念矮幼。对，矮幼，哦吼，别扭。你有听过？对啊，就是矮幼。好，来，就是给大家这个字。好，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哥哥姐姐应该都有用过这个词的，矮幼。对，我一下哦，我来打给大家“矮幼”这个词。Hello， 感谢降落，看到降落了，降落妈妈，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弟弟看片的，感谢你的降落，欢迎大家。大家哦，我们今晚是跟吴贤老师做这课程的这项的教科书嘛 ，Q 卡秀。可能一个月会有2个时间，就是固定伫遮，大概为一开始来讲台语，这就是我们的文化部特别计划，过来讲上互补时间一个，好不？就是今仔日咧就会使甲咱3月迄个周边已经预计会在4月的时候出货，我们会在那个4月的时候出货。对啊，4月迄个商品嘛设计好势啊，大家使参考看卖。不是这哦，是这。不是这个。对，这我们的亚克力透卡是4月特别周边。那若是讲你今嘛开始就加入一个月100个月150块的文化部朱组员，你就可以得到连续6个月就是特别文化部赞助的周边。对，就是应该是半年，对，上这个半年，一个月，咱一个月100个啊，100个以上300块、3200块，大家拢有，好不好？大家都有。哦，你帮他算好了，3200块，嘿对。
3200块的也有，各位仪式组也有哈，还会有吃的东西，有加购物的。嘿啦，有加购物啦，嘿啊，那这6个月呢，吴昕老师真正是嘿世界高，有够追，这个是4月份我们的算是 IG 风格的透明卡哦，可以带在身上。啊，今麦点入去，就点那个咱两啊来，这铃铛旁边的加入啊，你们会看到那个150块以上的，150块、300块、2000多块，全部都可以，对，没错，可以参考看看，没有错。然后我们今天来讲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其实就是台语的声母。没错，我们今天讲的是声母的传说当中呢，我们今天原本要讲的东西是只要传说当中台语跟就跟哪里台语写好三个部分，就有3个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就基本上就是可以写。我们今天讲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台语的声母啊，台语的声母我们简单来讲，就是简而言之，就是它只有18个，那18个大部分的注音符号都可以写得出来。就发现台语其实还蛮简单的，对，其实蛮简单，对，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是说，现在大家刚学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念得出来嘛，念得出来，你现在就是要听到你就会写，你就是要考听写，就会变成要考听写。对，然后那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之后的事情，我们先把它学完嘛，对不对？好。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NG 这个奶柚的奶，就是这个对，好。对，然后因为喝是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其他的，我们等一下再讲它。好，我们最后已经来到最后一行了，我们来到最后一行，这个是台罗的版本哈。我们之后教罗呢，就是教会罗马吉，也就是伫咧喙顶管嗲嗲，互人去讲，那个好像越南文的东西，他们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就是最后这一行会有不一样的表现方式，但是也没有很多，你看就是只有2个嘛，对不对？就2个，鸡跟七写的不一样，其他其实都一样，所以大家今天学完之后啊，其实都差不多啊。对，台语的声母其实真的很简单，大家现在就是只是需要时间练听写啊，把它写出来就没事了。好，那你们看，原来是愚人节特别期啊，对啊，愚人节特别期啊，就是我们现在要关台，就今天教的全部都假的。对，其实我们没有要教课啦，这样我们也没有要上班。对，其实今天不是教台语，对。对，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去休息喽，大家拜拜。没有啦。好，我们现在继续讲齿接音啊，齿接音的台语叫做起化音，起化就是牙龈，起化就是牙龈，原来是牙龈的意思。对，然后第一个就是鸡这个音啊，鸡就是大家常听到嘛，就是贵圈也常常用，就是如果有看放火的话，就会常常用的那个鸡。对，然后再来送气就一样，我们刚刚讲到，你把你的手掌放到你的嘴巴前面，然后送一口气，要变七，对，然后这个不是鼻音，但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工整，所以我就放在一起，它就变成吸，就是你不要特别用力，它就会变成吸。对，为什么不会有鼻音？因为你现在用这个用的部位其实是牙齿啊，牙齿离那个鼻子没有很近啊，耳鼻喉嘛，所以是那个双唇，就是会跟你的鼻子连到的，绝对不会是牙齿，所以牙齿这边它就没有鼻音，我们就直接念吸，然后对吸如果浊音浊化，它就会变成写字要怎么念？虾鸡是吗？对，虾鸡，对，还有一些，我记得好像有一些那个叫做什么，不是台语，就是我记得有一些那个新竹人，他们会说虾鸡，对，他们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它也是浊音，它是隔壁这个喉音的歌，虾鸡，对，这听起来就会有点像，你后来就会发现，就是这一张声母啊，它发音就从双唇到齿间到喉音，它看起来其实是一个什么？你的口腔的分布。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做这个表的时候，其实也有特别算过，就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个顺序刚好是你的嘴巴的一个构造。对，你就可以这样子，背，这样子是比较方便，你也比较记得清楚。好。
然后再另外一个例外，下面我没有特别分的，就是喝啊，喝我们也不用讲，喝就是喝，哪里都有，对，它是每个语言都有的一个声母。再来就是零声母，零声母就是韵母，就是我们下次要讲的东西。对，我们今天也没有要讲那么多，还可以吧？有没有跟上？我们有学问猪有努力的在那个我的 CPU 烧掉以前，我在努力把它内化。有 CPU 烧掉的话，我们就来唱歌啊！就是你如果唱，我现在有那个 CPU 烧掉的那个理性安全保险诗词，好不好？就是要讲什么，就是可以唱华裔点后，华裔点我好，得请求得乞讨，我真的会唱呢。有华裔点后，对呀，对啊，我也会唱，对呀。我们上次不是说有那个条，我们是忘记了进度条哦，进度条的部分，因为大家是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是不是有压力还是什么？对，所以他们没有在提，代表是担心说我们这边就是不用担心，就是对，如果他们真的很想玩的话，他们就会再提，对，不用担心，对。好，对，没有，我想说。我为什么要自己作死？那我们就当我没做的事。反正今天一直在吵人，他也没有来。好，那我们就最后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其实也学差不多，也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没有很难，一下子就学完了。那要不要试着写看？可以啊，我们就一起来写。因为我看到这个 J， 我就想到，通常人间这个台语到底是金干还是金干？是字都可以，那个叫做方言差，就是虾吉有人说虾梨啊，对，就是北部。我们以前来台湾的汉人有分两种人嘛，漳州人、泉州人，天天在打架嘛，打刚打在玩黑手帕，所以人是讲你讲鼻音较重的，就是专注 Q 就会讲虾吉，如果你是江州人就会虾梨，对。好，对，所以都可以，对，它只是方言差，台湾人的方言差有很多种，你等下我要看什么？我刚刚看到有一个人开始唱歌，唱华裔点后，对，华裔头已经成功，多出拍表扫，对啊，加个小后加谁啊？水某对人走，对，我好喜欢啊！爸爸以前很爱唱这首歌，对。以后我可以开个那个投币歌会，然后全部投出来的全部都是老歌。我们教授歌会就是这样子，而且我打算在4月快点来跟大家办一下，因为大家一直在敲碗敲老。然后我们春酒的时候，大家全部都在唱温泉乡，我觉得大家有点老到有点太彻底了，老到太彻底，好可怕，都是一些比我年轻一两岁，就是小一两个月在唱那个老歌，我觉得超好笑。然后突然自我检讨，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已经算是一个很老成的人，居然还有人比我老成。他们有的歌单永远我们想不到，真的。春酒真好玩，下次还去。那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写，反正就是我们就试试看写，好不好？天哪，绝对没问题！天哪，这个让大家一起来写写看。Oh my god！ 好，有啦，我的笔写好了，我的笔准备好了，这个到底要天哪，写耶！我们今天没有要计时，你可以开放你问问题。我觉得我对大家很好，我是慈悲的五行。天哪，这个到底要怎么写？大家要跟我一起拼看看吗？我看一下。所以我们就直接从蚂蚱开始嘛。对啊，我们可以你要从哪里开始都可以啊。吴昕老师，我在里面看到为什么没有 NC？ 今天是国际 NC 日呢。我有这种东西。我真的是我昨天做这一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这个国际喜欢 NC 日，我是之后才知道的。所以大家，我大家自己补充。就算 NC， 我跟你说，就算我知道，我也是绝对不会。对。我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没关系，没有是吗？我自己补上去。我的天哪！而且我之前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学现卖。其实我们之前在做歌词校正的时候，我已经有告诉你 NC 怎么写了，对不对？NC 哦，你是说那个台罗的部分吗？还是台文正字？你会吧？你会吧？真的不会哦，真的没有这么厉害哦。我学罗马真的。那你今天要不要试试看？ NC
可是今天有 N 虽的 N， 它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教到，它其实跟韵母比较有关系，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我觉得你搞不好会啊。没办法我真的没有学这么快，所以我才说我很N， 完蛋了，我直接会用那个呢，就是日文的罗马拼音去拼。随便了，好了，反正其实应该也拼得出来，你要不要试试看？谁？我觉得应该可以哦。你说谁拼得出来？其实应该可以哦，就是你要不要用罗马拼拼看？你说如果是罗马的话吗？你如果用日本罗马字拼的话，就是我也蛮好奇的，你会怎么拼？然后，sui， 等一下sui， sui 啊。哦，你的 sui 是对，你的 sui 是对的。那你 n 就很简单，你的一直接你一的话改成 ia 就对了。哦，就是等级的那个等是 ian 嘛。嗯，对对对，你就改对。你看你会的。等一下，你说 n 改成 ia 这样子吗 ？ian 这个就是 n 吗？对。哦，所以这个就是天哪！所以这个就是 NC 的发音，所以没有错。然后你中间直接加个杠杠，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教要怎么学单词。好酷哦！原来真的是跟主要其实是这样，罗马拼音息息相关呢。我真的是乱拼的，我真的太酷了。就其实就是只要拼得出来就拼拼看，有时候就是会写对。就是我们就算真的有在学台语的，是然后已经用很久了，有时候听到不会也是都拼拼看啊，你就有可能找到啊。也是五哥基本上有人降落啊吼，是不是有人降落？听起来啊，那个的迪盖宾的，是我看一下出境是雪诺的降落吗？你好，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这个是洛星，我这给你没看到。我们先打个招呼，洛小峰，大家平安赚大钱吼，然后水豚君平安大赚钱，然后独孤鸡汤小浣熊，谢谢你们的降落，是雪诺的降落吗？不好意思，我刚没有看到降落的人到底是谁？是洛星，我有看到洛星呢，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对，洛星吗？史莱姆村长是，欢迎你们的降落，谢谢。感谢你们！我们今天就是在学习台语的声母的部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要来到尾声了，就是今天是尾声。可是感谢文化部的赞助啦，我们今天要最后还会有那个机场免税加购时间，大家可以不用走。我们现在就来看那个低卡考试，考完之后，我们今天就要找吹波林机啊，对，吹波林机。姆哥，现在我们就努力的把这个所谓的声母跟韵母写出来。不过吴轩老师啊，就是谢谢你刚刚的引导哈，原来 n 虽写安那下，可是我单看这个 ian 是要念成 n 虽这样吗？有一开头这样？对 ，en 对 en 对，因为它一的话在。一这个英文字母在台语，就是我们下次会讲到韵母，它是发 a， 所以你如果写 en 的话会变 n， 它会被 n 所以就不一样，就是它的口型会不一样。你发 a 的时候，你的那个有点像那个你如果感冒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不会拿那个木棒，然后把你的那个舌头往下压，那就是 a。那个就是 a， 有变 a 对，有变 a 虽a 虽烟烟虽有错啦。那请问一下，这个有声调吗 ？n 虽的部分 n 没有啊，这个没有声调，这两个都是低调。对，这两个是低调，应该不是说没有声调，是说他们的声调不用标出来。对，我们今天不写声调，我们先。对，我们我来。对，你不用写声调，你就只要帮我写声母就好。会崩溃。对，你帮我写声母，你甚至连韵母都不用帮我写，好不好？你就写看。对，比如说蚂蚱的蚂，你觉得它的声母是哪一个？我可以上去偷看吗？可以啊，可以吗？你就自己写。可以啦。为什么不行？今天又不是考试，我又不是考男，说你不能自己偷去查哦。今天可以 open book， 我最喜欢听到 open book 这个词了。不会嘞，随便啦，
来，你需要我在这里唱歌。脏啊！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就是我们的鸡也可以发成滋哦。对，就鸡跟滋是同一个音哦。脏，因为有些人会 TSI 其实是鸡，然后 TS 是滋，对。哇，等一下好难哦。那我应该目前就我所学的好了，蚂蚱TS 字长不会长，长，哎，等一下哦，我真的随便拼诶，老师可以吼。然后你不要写韵母啦，不用写啊 U V O 啦。好，那你就直接帮我写那个。好，对。p 是我记得 PH 对 p 哦 PH 哦，等下是错还对哦，担心哦。没有，我在帮你拍手。龙是下面的那个对龙，可是龙。我会帮你拍手哦，谢谢。我要帮你唱歌吗？谢谢，也可以啊。嗨，刚输了龙了解，我会一直唱这首。龙，接我们的主题曲。龙啊，随便啊，我真的龙是什么？我每次叫你写就是声母，结果你都写超多的，好强哦！没有，因为想说我的团，因为你比我想象的更加强大。你在教我台湾政治在校正的时候，其实我其实也看不懂，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应该有你不能每次说看不懂，然后结果你写的超厉害啊！你不能每次说看不懂，然后结果你几乎都写的差不多啊，就是很厉害啊！正确率很高你要相信你自己。谢谢。对，你要相信你自己。好，我要继续文嘎什么哥，不。你刚刚有讲过文嘎是，对啊，然后不，我觉得这应该是嘎文嘎，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一边哭一边写，好像我小时候，不会啊，老师没有骂我，老师很温柔在等我。我们以前上补习班的时候啊，大概去上补习班的时阵啊，会去用迄个吗？根本可以用捞落来，我觉得那个留下来超级可怕。虽然我没有上过补习班啊，我常常留下来 key。我那个时候我是上那个珠心算班，所以我的数学一直都没有很好，就是这样。你等，怎么可能？你的数学没有很好。等一下，我刚刚不是才讲吗？你今天是怎样？你今天是很睡不饱？不是啊，因为你，因为你对我而言，你对感觉科目十项全能，因为我单核心，对我现在还是先不要讲话好了。几没有问题。那我跟他们聊天。我刚刚有看到大家面试吧。我刚刚有看到大家对，帮我跟牧师老师聊天。福米现在也是想尝试在大家都在那个清音吗 ？K 几？福米就是促音呢。福米可以来想一下，对 ，K 几促音的话就跟声调有关系啊，那个跟声母没关系，你就只要想鸡不是好像跟鸡有点像哦，对不对？对呀，大概是这样。K 几算了，先这样。Golden 眼，保守眼。咪嘞，我觉得这个咪嘞，很够在打的是什么？是 NC 那个吗？咪嘞，咪嘞，要不然我念给你听。咪嘞啊！对啊。等一下，你为什么念起来很像 b 的音啊 ？b 嘞哦，大家会想要下载我们的上课讲义哦。好啊，那我等一下整理到那个你们有在 Discord 里面吗？有，我放在 Discord 里面好了，就是放在 Discord 里面，大家就比较。
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个发在那个推特上面，然后搞不好大家会觉得很，就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要看，然后结果真的下载，大家以为是什么福利图，然后结果一下载，我靠！我裤子都脱了，你给我看这个？不会，我觉得，而且我就是我写错的，就是要更改啊！我不应该用红笔，红笔是待会吴昕老师要订正的。算了，我都写了没有关系啊，没有，我会叫你自己订正。哦，好，我这里今天没有，我这里今天没有手。好，水可以，我觉得水可以，水可以是唱歌，对。感觉世态一下轻巧看台。水可以啦！我后来发现有好多人，就是你们现在去查75C，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Beautiful 有翻唱，真的谢谢大家。有，对于我的很开心，对我作品的抬爱，没错，真的，我好开心哦！就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歌，大家真的假的？也就是说你没想过吗？对啊，我做都做了，不会很适合愚人节，真的要这样吗？就刚刚说来看好康的，然后就点进去就发现是台语讲义，可以啦，他们最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对啊，秋瓜，真的哦，秋瓜嘛，真的哦，好啊，那我们等一下就拿那个链接出来啊，然后我们等一下改一张那个影片缩图说。没想到今天我们居然豁出去了，然后结果点进来是在教台语声母，就呱，这个应该没有鼻音。你看人家在学鸭子叫，呱，鼻音没关系啊，鼻音我们今天就没教，你怎么那么厉害？你怎么现在已经都在预习下一次？你今天讲完，我下一次要怎么讲？我今天下一次就是直接来的时候，刚跟大家说，那我今天的苦要加哦，多谢大家，拜拜。因为我之前呢，就也是我们在校正的时候嘛，我就是一个鼻音太重的女性，然后要唱到那些低。或者是没有鼻音的部分，就是努力不要让它有鼻音，我真的是过了好多纠结的过程之类的。可是高雄人真的就是讲台语的那个会靠，就是真的会比较有鼻音，各种鼻音真的。虾，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虾，是虾。下次变成投币各位，也可以啊，就是直接写说，我们今天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来那个虾鸡，我今天要来教台语，结果到时候不是高炸哦，高炸，杰哥，我加5就得喝康，高炸不是高炸，应该是 G， 高炸，你们知道好康其实这个字其实蛮黄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常常讲的一些就是字其实都蛮变态。你们知道好康的康，它真的就是那个康哈，对啊，你们知道其实好棒这个词也是黄字吗？就是好棒这个词以前是那个就中国东北方的，就是商业在用的，就是好棒。你们就知道那个棒是什么意思了，大家知道吗？谢谢博大精深，台语的博大精深，这个很炸裂。对，哪有好棒不是台语啊？好，对不起，大家到时候就知道了。好，我现在下面来口啊，有啊，几届新一中刚刚有来口，好像真的有你跟我今晚的新一中吗？一定有啦，有5月时阵有来过，那是无嘛讲有啦，知无？反正大家也看不到，那是无嘛讲有啦，内裤这种肮脏的东西，只要不穿就没有外露的，就没有只要不穿就没有外露的，没错，危险。对啊，跳卡。没啊，就是台语没有 B 这个字啊 ，B 应该就是对 A B C D 那个 B 应该是华语啦。我们那个桥啊，这个字其实我们哪个桥？我现在跳吗？跳就是 smart 跳人就頭いいねどういうこと？跳。晚上中昼平安，今仔就是我吴昕了，吴昕来为大家实况转播，他现在在练习他的声母。拍摄等我一下，就跳，这人就跳
啊，唱嘛，我无跳。跳就是精明啊？怎么？你今天这愚人节玩笑还是你的真心话？你我今天要自己没跳讲出来。我现在已经给你一个台，我已经给你一个台阶了。你要说你自己精明干练啊！我今仔无跳，啊，毋过我就想要食乌龟壳诶，乌龟壳是啥？恁敢知？我真正无跳，但是我真实在。嘿嘿嘿，優秀すごく優秀な人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優秀不会优秀啊，就是优秀啊，就是優秀啦吼。优秀啊，这个有点超出范围。因为一是 RUO， 一是拍谁？那你帮我写修的。好，修，没关系，反正就写修。我较爱食红菇粿，我也是如果跟乌龟胶比的话，因为我刚乌龟壳，我是咸的蚵仔我都不会吃啊。乌龟壳闻到今嘛就济，就好食诶，金光。现在就济，因为是有特别。因为有特别的节日吗？我蛮金无做的啦，就是清明节有无？阮爸爸顶礼拜就先回去拜拜有无？哦，摕足侪乌龟清明壳，节嘿啦，乌龟壳啊，蛮金无先做做嘞，嘿啊，你说？你写拜乌龟壳，阮兜是拜草龟。阮兜啥物拢拜咧，嘛是有草龟啊，嘿啊，拢拜，嘿啊。哇，那个黑食一顿困两工，嘿，就拜。Hello， 水灵宝贝吧，你等我一了，就要考试，公，金公，今嘛是考试时间，金公，就是以后大概伫咧迄个时阵，金公，以后大概迄个迪卡拢会写。对，他都会写那个生字簿。对，我好喜欢。这应该是这应该就是上痛苦的，你偶一的那时阵。我就是透过这个，对我也要努力把它学会。对，但悟心老师这做到就辛苦了，你是模范。还好啊。哦，不，辛苦哟，一瞬间马上出来。拜托，要讲一些肉麻的话，为了你再辛苦都值得。哎呦，谢谢啦！我们下次去吃什么啦？请你去。很会，是好好吃乌龟壳，乌龟壳无啊加 NC 安尼，金公，吴心老师你念一摆金公，精工哦，精工就是精工啊，精工，你啊，精明，你再念一次精工，精工，应该是没有鼻音吧？乌龟壳的政治波西米亚。就是安尼写啊，乌龟壳就是安尼写啊。好呀，应该是。好呀吗？哦，是。你的口音是有歌的哦，没有些人会讲好呀。因为之前我在你的台语非常的特别。因为我在之前不知道在唱什么哪一首歌的时候，有观众纠正说叫我要不要把那个喝呀加个浊音。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这样才是正确的发音？有没有浊都 OK 啊，都是啊，都可以啦，哦，都可以啊，都有人讲。喝呀，哇，那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标？我看一下，喝呀，不是。天公下水可以撑掉，现在这样的公告这样。韩吉水可以撑掉，现在已经韩吉罗，韩吉假嘎巴。你们知道这其实是我的那个是我的口头禅我有一些精美的口头禅可以跟大家分享，我都会讲好啊，你讲的都对啊，讲的都棒流啊，这句也不错，分享给大家。是哟，韩叽，好，我一向可以交卷了，老师。真的假的？好强哦！然后我来看一下，可是就全错。很快啊，比我预想还要快哪有？你没有全错啊？霸掌 V 对的，TS 对的。真的吗？然后那个婆龙对啊，婆。然后嘞，对啊，好，没事，我要打勾勾，对的就打勾勾。你看他自己打勾勾，自己打勾勾，真的，自己改。我看一下婆龙，对啊，婆龙也是对的啊，居然婆龙对的啊，好哦。文你刚刚有念啊，可是它其实是还是 NG， 就只有这个。所以它是有鼻音的。对，文啊，对，然后 K 字。你那个是写 K 还是 TS？TSH。Key
K 科，所以是 KH， 所以是 KH，等一下哦，对吧？K 姐哦，这你家己啊，好不好？这全部都是迪卡的。这全部都是低卡的那个形容词啊，霸掌也是。等一下，为什么我跟霸掌霸掌，你说端午节是吗？好 ，OK， 很棒。你今天就很像一颗霸掌啊！你今天的形态是一颗霸掌。原来内裤、气头、成功喝，我跟我喝个有吗？那个是我希望成为的样子。哦，好，我希望你替我赚钱。好，努力，我努力好吗 ？V 嘞，K 的 G 有对吗？G 有对吗？有有。好，然后 V 嘞，对 ，V 是无啊 ，V 对不对 ？V 哦，居然是 B 耶，是 B 哦。就是高阶是 V 嘞的，对 V， 所以这个 V 对啊，属于足音，它跟米是一样的。对，它跟米是一样的。好，有时候会那个心灵富足，好耶。对啊，就是我只要早上吃一颗饭团，我就可以做着有钱人的梦，做一整天。好哦。啊 ，Suki 的 K， 对，就是 K， 对不对？K 陷阱题 ，K 是科嘛？我们这有说送气，对不对？所以 K 后面要再加什么？送气音 K 后面要加什么？对啊 ，K 后面 H 吗 ？H 对，差一点点。哦 ，OK， 对，Sweet， 对，好，对，那你看你唱歌就很厉害，你的唱就有加非常厉害，给自己一个大勾勾啊。哦，好，所以唱，然后下集也对啊。真的耶，丁香年好 ，OK。然后下集也是啊，高炸也是对的啊。好赞耶！气头也是对的啊。居然，然后来口对啊。我就跟你说你很厉害啊。内裤来口是对的啊。因为我一直都为什么要害爱心？因为我一直都拥有它，我对它很熟悉，知道没有？硬要掰。那你这边你也知道你的 Q 哪里有需要改的吧？就是后面会要加一个 H。对，气音的哦，有你刚刚的 Q 有气音，有，我听出来了。你连那个优秀都写对，你今天超厉害的，你的优秀你还那个这个加20分哦，再加20分，对啊，对啊，因为优秀的那个 U 啊，它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半母音啊，我们说会讲到。对，然后是下礼拜会，下礼拜会讲到。好 ，OK。什么并没有？猫布尔说什么并没有精明干练吗？还是什么？还是并没有内裤？他应该是说他应该说两个都没有。哦，应该是想说两个都没有。你很了解他嘛？我超了解他们的，太了解了。然后监工你写的也是对的啊，打勾勾。哦，公。好呀也是对的。耶。还有韩籍也是对的，韩籍跟韩族也是对的，这个很重要。啊，你稍微米还弄丢啊，你丢就没幻想啊！你们跟我说你不会，你这考了96分哎，好强哦！又加20分，1、2、3、4、5、6、7、116分。所以这总共是100怎么办？老师所以多少都不是多少钱？一题扣2分的话，1、2、3、4、5啊，你是110分对吧？哇，我还得了110分哦！哇，拍击！哦，这么高分哦！天哪，等下120分哦，10分，110啊！你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加10分？是这样？没有听到啊！哇，我考了110分呢，谢谢！我今天愚人节居然考了110分，原本想说，所以其实。你现在也发现一件事情，就其实没有很困难啊，就是一步一步来，其实真的没有很困难。我觉得喝那嘎仔那时候台湾政治校正的时候，没有把很多东西还给你啦。喝那嘎仔不是今天你真的就是就只要认真学，我相信大家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其实也是差不多啦，就是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学习，就其实无啥困难，但是上重要嘛是要练习。就是爱练习，还有就是爱点讲，就是你常讲，然后你常常有这个环境的话，基本上写就比较不会那么难，对，就不太会忘记啦，对啊，对啊，其实我今天你说，恭喜你好不好？就突破了声母这一个难关。我觉得，我后来想到我们的，你先讲，我觉得感觉很多东西都是。
都是有点捡到了，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把吴昕老师今天的讲义好好的研读，知道吗，各位同学？要研读吗？也不至于吧。要啦，不用到研读，也是就是你们有兴趣或有时间，同时有时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稍微就是来看看，因为蛮有趣的啊。因为我相信，我相信家会来看的秘书其实都差不多是会晓讲的，大家其实都是会讲。啊，如果有一天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词，你想要拼出来，你就可以试试看用我们今天教的方式去拼。对啊，今日以后大概开量，还是讲希望能让大家有一点点学到一点小知识啦。这个刚才考起，你说要考爱考令还是考低卡？你要说哪一种？他们也想被考试哦。那我们要开放那个观众参加场吗？我觉得挺有趣的。我下次可以去看啊。我觉得可以啊，可以啊。观众参加场的话，我们可以在可以。下礼拜再想想看要怎么让你们参加，但是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要开一些分享。如果是观众分享之前有玩过那个什么，跟一些评审老师一起打分数，那个很像开一个，反正就是一个页面，然后再截取那个页面，然后大家的字都在里面这样子。对，有开个 room 吗？我记得应该也是开 room。因为我好久没有开那种东西，不晓得有没有改。对啊，你们对啊，就开一个 room，然后让大家写，你们还可以把别人的答案划掉，就会对，很坏。我们可以开放那个文化猪组员一起来参加，我觉得还蛮不错。不错哎，如果大家想一起玩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对这样。应该我想要做回声。你们也可以进来，什么都不写，要把迪卡的答案划掉，然后叫他重写一遍，蛮好笑。我感觉袂歹啊，就是要是我入来，我真无想要写，我想要看伊，就是一直写在其他边。我们就是要这样对待偶像，是这样子欺负偶像的吗？这样疼爱偶像的吗？对，他们就对最喜欢观战就好吗？每个人都跑掉了。对，他们就会害怕，就可以啊。其实如果之后有一些活动，对啊，其实可以再安排，让大家一起。对，没错。对。我觉得好开心哦。其实我今天第一次这样子写，真的泰洛的生母，对不对，老师？而且其实我觉得你写的蛮好的啊，就其实真的有，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本来就有学这个东西的天赋啦，就是有天赋啊，所以就老师你太夸了，对的很多啊，就确实是看起来真的蛮能那个的，就是那个观念什么啊。我们我也觉得不要教读了，大家就是聊天，然后边聊边学，今天这样应该也还算可以吧？你 OK 吗？OK 哈，我想说可能会不看起来就 OK， 你看你还加20分呢，对啊，加了20分，超强的。那我们来预告下次应该下个礼拜，我下个礼拜才出现，没问题。几个step 2嘛，稳步，好不好？我们是学韵母，那韵母就会比较少。稳步有一个魔王关，它有一个魔王关叫做鼻音。刚刚我们声母的时候，我们有学到鼻化的子音，那我们韵母也有鼻化、拼音化的母音。因为我发现很多台语其实是一个鼻音很重的语言嘛，蔡秋凤，我最会了。然后开始变成美环，朱美环，对，下一届就会为这个部分的跟大家分享，这只是分享啊。你们如果真的要讲义的话，我等一下就放在那个我们的坑爹 Discord 来的，想要的人，你们要那个猪改过的吗？应该不用吧？我觉得可以啊，改过这份吗？需要的话，我就反正也丢上去，他们有需要的话，猪字机，好啊，就猪字会社，好，反正就是。今天其实就差不多到家，就是主要的内容就差不多到家，然后看要不要聊天。如果没有聊天，我们就现在选择停机坪。好啊，我们看一下可以去哪里。我们看一下。对。但是讲到其他的所在，就是会使跟因讲到早，就是猪家来就 hello 安尼，没错，打个招呼。我看一个哦，今晚。那你要去哪位啊？我们去找我们16月大师兄，好耶！对，来个
去找咱大师兄。哎呀，刚才嘛，刚才今日大家来啦，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啊，恁会使伫边老话，跟大家讲拜拜，然后祝福你平安大趁钱大发财。有些时候大家说。对，上尾过来感谢服务时间，就是若是讲即摆加入会员，一个月150块以上，就会使得到连续6个月的文化部特别周边是赞助啊。这个月的有啊，这个月是我们的亚克力托卡，就是我们4月的特别的周边，然后可以一起带出去吃饭，然后可以一起拍照，非常的可爱，是我们3D 形象的迪卡天崩万岁。没错，也感谢骰子老师绘制这么可爱的图，而且要记得就是4月份的，我们现在从今天就开始算了，也就是说记得填表单，继续填下去。对，各位兄弟们可以写，对，继续写，因为表单我都清空了。仪式组的。对啊，仪式组的我们就会帮你写。没错，那就是高阶会员由猪猪负责啊。但是每个月的可能要麻烦你们，就是在当月就是记得还是填一下。3月份的填了，但是4月份还是要继续填哦。每一个月都帮我们填一下。对，而且我们150块，你们也会拿到那个电子图档，大家都会拿到那个电子图档可以用。没错，就是这样子。好哦，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说拜拜吧。好，新兄弟，拜拜，阿狗，迄个麻婆河，拜拜，绿水灵宝贝，拜拜。然后佛西米亚老师嘛，拜拜。拜拜，呼米拜拜，呼米拜拜，真的很谢谢大家，然后还有辛苦的吴昕老师，你现在精神力还好吗？还好就我觉得跟大家开台就是心情变得非常好，多多开台，多多讲干话很重要，然后要多开，开心。对，好啦，那我就先来切个片尾咯，大家。我们现在要坐飞机，在柏林要安全大下，好好。对。还有就是上尾免税时间，我们最后的免税时间，就是大家使先，就今嘛开始加入咱的文化部朱组员嘛，感谢波兰文化部那叫什么国家语言司赞助播出我们一系列的台语学习会，感谢大家嘛，感谢大家来听啊，咱就是后礼拜，大家跟大家分享，我们4月的那个来宾也是决定好了哈。对，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可以期待一下，没错，一对一的也期待。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除了就是1对1之外，我们6月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超级大型计划，大家可以稍微没错，那个日期已经定好了，还蛮有趣的。对，这些东西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家都可以期待一下，这真的很有趣，而且来宾都很疯。对，没错。吴昕老师，那我最后可以攻上一下我自己的平台的那个，就是那个通贩吗？当然可以啊，不是啊，这不是你的频道吗？为什么不行？就是为什么这个说不行？礼貌性嘛。来，这个猪猪的，就是很多的杂七杂八周边，现在统一正式上线在我们四季图的这个算是合作艺人的平台啦。那这次也感谢就是四季图的阿欧，还有 Eric 老师的协助，那就是猪猪也整理了还蛮多张就是周边照片给他们挑选，对，最后他们果然挑选了就是棉花娃里面就是不太正经的一张照片之类的，我非常开心。对，总之呢，这些真的是猪猪现在仅有的零星的现货周边了啦。那这些周边呢，基本上已经真的不会再次的再版了，因为未来我们还有好多周边要出给大家，所以算是真的是出清我们剩下所有的周边。这些所有的周边目前都在阿欧的手上。那如果说你们已经有下单了，就感谢支持，好不好？对，谢谢你们，感谢。然后最后2只疯狂假面朱迪卡等着你们把它带回家穿胖子谢谢大家。それではまもなく，谢谢大家。对，16月咱大師兄へ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那这边就到了，谢谢你们，拜拜，准备拜拜喽，拜拜。好，应该是确定拜拜了。耶，好好玩哦，今天。